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婷。你講到藝術嘅創作有前到冇強用嘅形式，你今日喺節目當中，我介紹一出當特別當有創意戲劇本大家來認識到。Rita 自己詞都非常有創意，佢結合鼓、打鼓嘅鼓，結合詩，香港呢當然有啲戲劇啊新鮮哦。我當期待記得到大概搞乜嘅東西，啲戲劇嘅名有按到搶解繞白，你咪就在講氣解繞白，因為搶是係搶，佢咪有動氣嘅意思哦。你當好去實實來分享，佢咪兩位來賓。首先來分享嘅係文史洋上嘅工作者任文慧小姐，先生好。大家好，我係文慧，今日當歡喜來到倆，我係羅梅行人。哇，分享，好分享先生哦，稍後呢來分享咧劇團嘅咧導演咧係莫比斯劇團嘅導演，佢咪係總監哦，來分享汪子琳導演。大家好，我係子琳，很高興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新的創作品《輕的搖擺》。哇，分享導演，今日兩位是黑白配，有一種這個是好像這個兩個王后在一起，要做出一個很特別的戲劇感覺。首先先到大家來分享咧新的戲劇《搶解搖擺》，輕的搖擺。氣改搖擺都走的，它可以用很多的這個不同的方式來呈現。看到這個海報，我自己起到動從一出田陽，有歡樂，有我們的這個民族的特性，有不同的族群，還有熱鬧的感覺。導演，你這個輕的搖擺最新的作品要跟大家分享什麼？輕的搖擺它融合了鼓跟詩和舞獅這個東西，這個三個元素，然後把它做一個跨界。那其實，在剛開始在做輕的，想要取這個名字做輕的時候，最簡單就是獅子採青啊，就是我們家家戶戶都會準備那個蘋果啊，或是鳳梨這些。然後我就是在想說，輕這個字好像代表大家對一個人生未來美好的想象。對，然後就是。後來在查字典的時候，發現說，輕這個字其實也有很多的意思，比如說，它有人形容它是翠綠色，然後有人形容它是墨玉色，有人形容它是天青色，所以就發現說，輕這個字其實有在不同的時空，大家對它的想象很不一樣，那所以就放到現在這個社會這個時空來的時候，大家也是對這個自己的美好的想象是很不一樣，所以我們就一起來跟自己的美好一起搖擺共舞。對，看到那海報，本來起頭哇，真是大吉大利，好彩頭，全部都來了，很旺的感覺。剛才有講到搶咧，就是本來起頭講，你看到一張性感音，性的時刻，我們看到一個很新鮮的東西。就會有那個好奇心，會有很想要進一步去認識的那種渴望哦。我咪當好可以講，兩位都是在戲劇、在鼓啊，或者在文字創作、寫詩啊、啲樣，都是非常有自己特色的兩位創作家。怎麼會能夠一起合作？有什麼美好的機緣？因為今日節目開始以前，佢兩沙打嘴鼓講到動歡喜，是認識動叫哦。兩位才女怎麼認識的？其實我們是在2016年的雲門流浪者計劃認識的，然後因為我們是同一期，就是同時入選雲門舞集的流浪者計劃，然後我們在流浪回來之後，在雲門劇場有一個分享會，所以我那時候就認識子琳。然後因為其實我們兩個創作的領域是完全不一樣，他是擊鼓的，然後我是寫字的，還有文字影像。然後他那時候我人還在印度的時候，他就傳 messenger 給我說，文慧，我想要找你合作一個作品。然後其實當時我們不算認識啦，我們就是知道彼此說，你是誰，我是誰。可是他就傳了那樣的訊息給我。其實感情嘅，係啊，我都。你一直都激動感，點解係蠻印度親愛用？然後所以他就傳簡訊給我，然後我覺得很有趣，因為他跟我說他想要做一個鼓跟文字的跨界合作。那因為從來沒有人有這樣的嘗試，然後從來沒有做過，所以就覺得這麼新鮮的事情一定要做，所以我就馬上答應他。可是因為那時候我人還在印度，所以就覺得沒有時間想太多，反正先答應再說，這樣。好，轉暖養湯。沒錯。所以是可惜咧。不過聽講呢出戲呢，因為開始走本係家可能哈，你在走以前是發動到的時間規劃啊，開始排練啊，哇，這個過程實在是不容易，對不對？對。
很辛苦吗？创作的过程，因为其实我当初会想要做，是因为我之前去采集了很多老古谱。那其实诗古谱它也是一个老古谱，它是用口传心授。可是我发现，其实师傅们在唱老古谱的时候，很像在唱一个歌谣，我们听不懂文字的歌谣。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说，请文慧一起来，就是我们来把这些类似像一个有无声的字的一个谱，看看可以把它有什么新的诠释，把传统当代化。所以一开始我们的确是真的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国语很难进入古谱的发音里头，所以我。有没有音讲？对，因为例如古谱是怎么样？可不可以示范一段让我们听听看？好，就是像比如说我那时候在学古谱诗古谱拜天的时候，它是哒哒哒咚气咚气咚气。哒哒啦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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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从他的声音会听到情节，对不对？还有但又发面，好像那个武士，那个他慢下来，好像要做那个拜的动作。对，自然用，自然用。对，其实那就很有画面感哎。对，然后我就发现好像在传统方言比较有这样子的一些状声词可以引进去文字里头的意境，比如说。因为我小时候学一点点台语，像台语就会说昂吉吉 keep up 那些气音，或者是阿美族语。我们有一个阿美族的合作的表演者，他就会说我形容大海很大，他就大哇大大大大大，你就会听到说哇，你应该可以想象它很大。然后我们就是从那个当桥梁，慢慢的进入了文字，然后文慧都全部就参与在里头的。共创里头发展里头，所以他写出来的文字就会特别去琢磨到，又要注重到音韵，又要注重到其实我们在讲的故事内容。对，该文慧你应该都有感觉，你有没有讲下？好，可能是方言所有的每个人的母语，他就会保留该的当特别，无论是字音啊，也是讲起的俩母音，当特殊的该上韵，讲你写的文字里头。这个呢，讲到文字的创作，其实就觉得很遗憾。那个遗憾就是因为我们开始做这个创作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到自己的根本去寻找。第一个就是自己的语言，然后像子玲他们去找他自己的母语，比如说闽南语，比如说我们另外一个创作者他会去找他自己的母语，就是阿美族语。然后我就回头看自己的客语，你会发现说，天哪，我们跟自己的母语背离得太遥远，所以我即使想要用母语创作，现在对我来讲都是困难的。所以当我们的另外一个创作者在用母语在唱歌的时候，我的感触都特别的深刻，是他能够唱出他自己语言的歌，可是我却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写出我想要表达的东西，这个对我的冲击其实蛮大的。所以我觉得导演给我的空间很大，他就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你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那我现在能够使用的语言，就是现在我使用的现在这个所谓的中文，但是又很想要借由中文的创作的过程里面，想要去寻找自己，想要为自己的母语致敬，所以在书写的过程其实很痛苦，那个痛苦其实你就知道语言的不足，然后挣扎是不是？好想写这个，可是这条路好像还不太通。对，就是你没有办法，你没有掌握那样的技能，所以。当子玲在说她自己的母语，她学习中文的过程，跟我们另外一位表演者她唱自己的母语阿美族语的时候，其实我常常在排练场都有很大的感触，是什么时候有一天我也可以用我自己的母语写作。所以这一次为了这个戏写的那些诗句都还是用中文写作，那是我现在能做得到的。但我真的很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回归到自己的母语，跟自己的母语有连接。快嘞，因为你按讲的时间已经有冲击了，浪已经打过来了，你就会被推过去。讲通讲唔好啊！相信你因为反击，然后也係講，譬如講到國外當到嘅地方，去流浪，去做嘢創造，去生發，因為接觸當到新嘅東西。係啊，所以你係讀好有啲機會，就得停下來，可以停下來，多轉喺度看一下。
可能跳摆自家，也其實咪係厲害自家，因為挖出新的東西。洞熊啊！洞熊，你記好誒，你一動到創作時，會開始有安嘅思考。哇，很期待哦！該馬黑。所以你要把唱誒搖擺哦，他要大家一起 shake， 感覺好動態哦，因為還有舞獅嘛哈。對。其實你要地圖，你可能1、2、3、4，這是4位主角，對，代表不同的族群。其實也可以這麼說。然後剛剛說的那搖擺，我們感覺就是很動態，對不對？但是如果假設把這個動態來想象成是我們生命中遇到的一些波浪衝擊，哇，那個搖擺更大，就是對，我們要去上學，然後我們看起來好像是前進，可是其實我們就可能會割捨掉一些我們的過去的一些事情，所以它就前進跟消逝，它就一直在搖擺當中。其實我其實這裡頭還有另外一個寓意，就是其實舞獅的搖擺，每一個人在自己的人生的搖擺，我們都會搖擺出自己的一條路出來，這樣子。哇，像我溜到木豬嚟咁，還蠻講道理。哦，所以你喺時間應可能呈現不同的狀態。對，我當後期在舞獅旁邊了解，那個電吉他彈人可能嘅表情，這個會說太有眼。這個現場還有現場的音樂做音效做創作。對。這一位他是一個音樂的設計，其實他這次是做現場的音樂創作，他叫齊藤生一，然後聽起來好像是日本人的名字，其實他也是代表了另外一個台灣曾經過去的一個文化可能有的脈絡，就是他的父母是移民到日本去，後來爺爺奶奶，然後後來他又小的時候他回來，然後台灣的人會覺得他是外國人，可是在日本的時候，他們又覺得他是台灣人，然後所以他這次他就用了一些叫有點後搖滾的方式，然後他就是推動我們4個女人背後的那隻手。當然咧係動到嘅故事嗬，等家下呢，你到咗呢節目當中嗬，繼續來談到底用乜嘢搖擺做得簽到你係評分呢？大家進到福喜來嚟 Rita 今半日的節目當中，我同大家分享嘅係莫比斯劇團嘅最新嘅作品，叫做《唱改搖擺》。頭先講到搖擺代表當到嘅意思哦，上次提到當陣時，上次會拄到前到嘅困難。你底下呢，我來談今日兩位裏邊叫做搖擺嘅歌唱哦，叫做係流浪嘅立場哦。再次的朋友，本會韓國桃園之戀朋友，兩位是因為啲流浪者計劃開始熟識，咪因為安樣嘅算係你係4年以後，正式來合作。正式變做姊妹拍，合作後，我就當陣時做得合作到呢塊，代表講你都要喺作品當中有擺上、有犧牲、有彼此的包容，然後最後可以長出你們自己的東西。到後期應講用扮演啲流浪嘅歌唱吼，其實是係一隻搖擺嘅歌唱，流浪就是一個搖擺嘅過程。兩沙就嚟分享一下你的計劃嗎？唔先，你先分享，導演先分享流浪過程。我在16年的時候開啟了一個老鼓手生命鼓譜計劃，然後它緣起於其實因為我之前就是一個比較就是在一個專業團體的一個擊鼓者，然後我擊鼓了10幾年，然後有一天我就在想說，我都一直打着別人寫好的譜，那有沒有可能有一天我可以打自己寫下來的譜？哇，對，然後那時候我就記得我。就跟雲門提出了一個申請，我就說我其實想要去黃河中國鼓的發源地黃河流域，然後我想要去，我也不去學打鼓，我只是想要去問那些老鼓手為什麼他們可以打鼓打一輩子，然後就開始了黃河，然後隔年的恆河計劃，然後開始在找老鼓手的時候，有一些老鼓手他們在分享自己的故事的時候，會讓你覺得很感動。你會發現說他們在唱那個老鼓譜的音調的時候，眼睛好像在凝視一個遠方，你會覺得他好像就不是他，
好像是他的祖父辈在教他唱的那个感觉，他突然变成一个小孩子，在从小耳濡目染的状况下去学，然后可是。在整个的流浪过程，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比较辛苦的事情，比如说有可能就会被骗啊，他会说啊他是老鼓手，可是他可能在跟你分享的东西，其实就是比较商业的一些讯息或是什么。然后因为你如果接触很多一些比较传统的古典或者是一些语调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的知道说啊这个是传统，这个是for商业。那时候我心里就会在想说，我心中的那个美好是应该是一个用生命传承的过程，古谱是像一个平台，用生命来一代传一代的那一种音韵。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是这么的美好，可以象征一种人的。你说可以算是永恒吧，因为这个东西他打出来的声音哦，他听出来的声音就会是他脑中去听到他父母教他的那个声音，所以他打出来的厚度跟质感是一定不一样的。然后，可是当我遇到有一些我会觉得让我觉得有失望的时候，其实我就正在摇摆。那老实说，我自己在完成了黄河跟恒河回来台湾之前，我在印度的旅馆，我就竟然很紧张的哭了。明白吗？因为我很紧张的哭的原因，是因为我听了很多老鼓手他们诠释的古谱和声音，我已经听得出来那个声音的厚度。然后我自己在打鼓的时候，我会发现我跟他们差很大，就是可能是我的生命历练，或者是，然后我就发现说，我会开始害怕，我怕我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有那样子的厚度来诠释自己家乡对家乡的情感。对，但是我觉得，老鼓手说的吧，就是你打的那一当下，你就在那一当下，就是接受自己就好了。对，所以我就还是鼓起勇气，就是做了这个轻的摇摆，因为诗鼓谱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个习鼓的鼓曲，也是我师父教我的鼓曲。然后我就是一直觉得说，我要好好的就从这个诗鼓谱再回来好好看，认识自己的家乡。很有力量，师傅教你四福告也是超嘞，而且你还不是老鼓手，所以没有关系。所以底下对 Q 的狗章哈，可能底下观众朋友白白讲，哇，刚刚所谓这个打鼓，它打出那个厚度跟声音的那种，可能它就是很有力量的传承了。对，用音讲啊，打鼓不就是那个节奏吗？对。但是其实节奏是有声韵的，高低的。当我们在唱这个节奏的时候，你会发觉，音乐变是一种旋律，它也是一个 melody， 就像刚刚唱那个诗鼓谱，我觉得非常的美。那现在回来有想要创作自己的鼓谱吗？对，因为这个是我做跨界，因为我回来其实已经做了，其实是4套跨界的鼓谱，然后从第一套黄河的到恒河的，到这一次的那个诗鼓谱。然后这一次我其实在创作的过程，其实我觉得我常常会问我自己说，我够诚实吗？还是说这个我在面对这个诗鼓谱的过程里头，我自己在想，因为诗鼓谱它有拜天，它有5大曲牌嘛，然后大概讲一下，就是拜天、高师、低师、七星三抛。那它这个拜天，我就会在想说，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其实祭祀这件事情已经变得比较淡了一点，对，比较淡了一点。然后，所以我就会在想说，那现在的人会怎么样看待祭祀这件事情，或者是高师，它就是前进，因为就狮子要开始去拓展，哒，就很像在拓展。我们每个人也是在自己的生命路程一直要拓展。那还有探寻就是低师。那七星呢，清洗身体啊。那我们现在不是也很流行 SPA 吗？疗愈我们，比如说我用鼓疗愈自己，他用诗疗愈自己，就好像休息恢复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就试着把这些古谱把它再转进现代的语言，用一些当代的元素去跟
传统的东西，就是希望把它打开来。哇，好期待哦！我想要看到到底是怎么呈现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戏哦。你导致讲地图呢，有请到文字的呈现，这个文字影像呈现是这一部戏里面也非常重视的哈。所以你也是讲到，你的文费哦，到底该东西你流浪者计划现在在被流浪。那到转了10年以后，你还在印度接到电话，这个还取得这个就是冥冥之中美好的安排。没错。对，所以该东西很用扮演哪一家给吧？我其实当时写那个计划是要去流亡藏人的聚集地去做田野调查。那因为其实在这之前，我一直都长期关注流亡藏人的议题，所以我其实在印度的达兰萨拉跟大吉岭还有拉达克这些地方都还蛮熟悉的。那时候我其实想要做的一个计划是追寻即将消失的游牧民族在中印边境，也就是最近在打仗的那个地方。然后因为那里呢，其实有一支只剩下大概不到100人的流亡藏人的游牧民族，其实在当地有拉达克的游牧民族人是蛮多，可是流亡藏人的游牧民族人很少。那他们其实都是逐水草而居，所以我当时的计划是要追着这一群游牧民族去记录他们的生活。那为什么我会想要知道他们？是因为我在几年前入选那个客委会的逐梦计划，那逐梦计划带着我去到了藏地去转山。哇，我看到转山了之后，然后因为我在当地接受了很多藏人的帮助，所以我就想要多了解他们的生活，然后我也从他们的身上知道了原来在境外有一群流亡藏人生活在印度。那因为他们的关系，所以我就开始进入了流亡藏人的书写，就是难民议题的书写。所以后来我就继续在印度做这样的田野调查。那一个题目接着一个题目接下来，最后我就做到了游牧民族这个题目，因为我意识到一件事情是，如果我们人的意识所看到的一切终将会消失的话，那我想要选择不那么容易被看见的族群来书写，就是这一群人数非常非常少的游牧民族。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次做的这个作品之所以会吸引我要跟子玲来合作，是因为他当时就在邀请我的时候，他就提到了一个母题，是在我们生命旅程过程中，到了现在，我们对于人生当中消逝的这些事情，我们是怎么去看待的？我们是怎么去体会跟怎么学习去面对？因为我们其实都面对的，我们都已经面临了一些生老病死的课题。那我们在面对这些课题、生死的课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跟处理、跟消化它？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经验不同，像他去找寻消失的老古朴，我去找寻这些即将要消失的族群，都是其中的一个过程。这是我们其实那个摇摆也是一种挣扎跟学习。当我们在面临这些必然的离开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取得你刚刚说的那个平衡？我们要怎么继续往前走？可是那个前进的步调一定是摇摆，因为我们不晓得往前是什么东西，可是我们一直在抵抗那个消逝。所以我觉得它很像是我们对这个生命旅程到现在的一个叩问是：如果所有的一切都要消失的话，那我们要怎么面对它？我们要怎么跟离别好好的相处？我们要怎么好好的道别这件事情？哇，你係當中也係生命議題。今日節目當中呢，本回味帶來嘅作品，我哋統一社團幫大家來介紹一下，好嗎？好，你的家鄉沒有海，只有一片格桑花田和傳頌千年的史詩《格薩爾王》。你和王騎乘同一匹駿馬，流離世間，正日在現實虛幻的地基上敲敲打打，想要鑿穿烏托邦鐵牆裡的不公不義，同時馴服名為自由的龍成為坐騎。我的家鄉四面環海，島嶼上充滿各種繽紛如花的語言與部落神話。為了更靠近你，我騎上失眠的幻獸，輾轉來到都蘭的海邊。祖靈的世界比宇宙更寬廣，比銀河更華麗，但重逢的希望渺無蹤跡。你說永恆只是夢幻泡影的代名詞，我亦如是。哇，當到想想，了本大家自家去體會哦。請大家聊一下，我繼續轉來呢個分享，前度嘅搖擺，乜個係最強呢？最刺嘅呢？
大家轉到節目當中來，頭先看到嘅，哇！你喺預告當中按到冇強嘅角色，還有按定一下嘅事哦，同大家來介紹咧唱嘅搖擺哦，今日頭人啦，溫氏陽城嘅工作者來到節目當中，頭先分享嘅情動，我就非常嘅感動。當然大家想看戲啊戲那位呢，乜嘅時間呢，實實來介紹，趕快跟大家介紹一下。好。擇於吉時，2020年9月25號到27號，然後是晚上27號是下午2點半，25、26是晚上7點半，在華山國酒禮堂，在兩廳院或者是在那個 Seven 的 iPhone 都可以找得到這些票。哇，大家啲講你係及時哦，實實記留下來，實實小朋友去看哦。啊，頭先看到你係預告，我覺得他把整個戲弄得很活潑，而且其實蠻有想象空間的，有動態感，有音樂，韓國當然溫氏你看得到哈。大家會當好戲講，頭先你講安到有這個轉到搖擺，好像不只是看一出好戲而已，而是你好戲以後，它的回甘會帶來什麼樣的滋味哦？因為是當好一個，既然兩位都是經歷過那麼多的搖擺，然後好像峰回路轉又撞在一起，撞出一個新的火花。當你們遇到挫折的時候，在你們自己的創作裡面，如何去做一個轉換？你要寫呢節目一單入圍，噔噔，你會愛問一個搶高兩位哈。我想頭人先來分享好嘞。當你遇到一些困難瓶頸，當你遇到這些搖擺 wave 的時候，覺得不有趣、很痛苦的時候、很掙扎的時候，你怎麼去轉換？首先遇到這個痛苦的時候呢，可能就是會先，比如說大哭一場或大吃一頓。我覺得其實應該是說我們會怎麼樣去定義這個東西啦。就是如果一定遇到一些挫折的時候，我們一定會心情很不好。可是我會盡量讓我自己告訴我自己說，好，我冷靜一點，是哪裡不好？我會先理清楚，是別人覺得不好，那我自己覺得它好不好？那如果自己也覺得我好像不太能認同這一個創作的，比如說這個細節的時候，我覺得就再更耐心一點。因為我記得小的時候，我很喜歡玩毛線，你知道嗎？然後就玩得亂七八糟，然後就丟給爸爸。可是隔天早上，爸爸就會把它整理回來成一球毛線。然後我就發現說，其實我覺得，如果就真的是靜下心來，就是把自己的氣順好，就是慢慢理，慢慢理，慢慢理，就是這樣一點點一點點，我覺得最後那個會被整理出來的，就是會找到那一個解決的方法，或者是說會找到一個讓自己心安靜下來，就會看到那個怎麼繼續走下去，就比較不會掉在那個很覺得很挫折啊這樣子的那種情緒裡頭。我自己是這樣告訴我自己，就是再耐下心，再耐下心。這樣跟打鼓好像蠻有關係。對，因為你剛剛既然說氣要順好啊，因為呼吸跟我們在做音樂、在打鼓這個節奏韻律都很有關係。它是一體的。對，然後還有就是我覺得一定要很認同自己。很認同自己，因為我常常都會覺得說，因為我曾經看過有的小朋友啊，他才學一點點鼓點，可是他打得超開心的，然後大人也覺得哇，打得真的是好可愛，因為孩子他在那個當下他非常認同自己，他會覺得我打的就這樣就算了，就是好。有成就感，對，所以我覺得其實哪怕今天我們今天拿到的是，我都常開玩笑，我說哪怕今天我們要演3隻小豬，我們3個人把它演好，3隻小豬，覺得演得很開心，我覺得就很好。對，認同自己啊，我覺得有自信，這有時候不容易，但是這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對。好，休息來，又自信，好，氣要順好。對對對。該溫培呢？遇到困難的時候嗎？應有辦應改變啊！我覺得導演真的是太強大了。他說的就是內心很強大的人可以辦得到，像我們這種內心很脆弱就沒有辦法辦得到。所以遇到困難的時候，我記得我之前在網絡上曾經看過一句很有趣的，不能講玩笑話，一句很有趣的話，他說：在哪裡跌倒，就在哪裡躺下。
所以我通常先不用站起来。对，我就觉得不要勉强自己，你就跌倒，因为很痛嘛，你怎么可能马上站起来？马上站起来走路也是跛脚啊，也是掰咖，所以你就跌倒，那你就就地躺好，先躺它一阵子。然后我自己的应对方式是，躺到我自己觉得好啦，我想要站起来了，我再站起来。可是那个站起来是一个。你想要理解自己为什么会跌倒吗？也不是，有的时候其实，在那个当下你是没有办法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跌倒的。所以我通常给自己的一个方法就是出去走路，一直走路。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走路的人，那个走路的过程其实就是也像是一个梳理内在的过程，但是我不会要求。我以前小时候被严格的妈妈教导，就是你要坚强，你要忍耐，你要独立自主。哈嘎，对。可是后来发现啊，那个其实有的时候超出你自己的负荷，然后太辛苦了，太压抑了。我们会不晓得怎么办才好。所以我后来长大知道，这样子其实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说，你不用这么完美，你不用一跌倒就要马上站起来，你就先让自己去走一走，去想一想，哪怕什么事都不要做也没有关系。等到你觉得 OK 了，你再去找那个答案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承认自己不完美，承认自己需要帮忙，承认自己就是需要别人来教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人啊，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离群索居，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长大。你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就不要吝惜开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好，柔软跟弹性，你看下来学习哦，哇，收获好多啊！今年呢，你介绍了技巧，因为取到无动人生的道理，教大家讲，唔係是讲，好啊，切行时候，相信你转下弯，就得看到冇同样的风景了哈。你下你再个来转弯一下，你下出去呢？动底下拍脸，啱先时候走出来，他会不会觉得讲，这里有什么很有趣的东西啊？你今天节目当中没准备动到彩排的相片啊？哈，我们可不可以分享一点彩排有哪一些有趣的事情？我想文字影像工作者跟导演记得有分享一定系冇共用的嘛？哈，好，譬如讲，你看到你的相片，哇，这个投射出好多的文字，这个两个还拿着扇子要善良嘛？都待会儿走嘛改。这个是那个扁扇鼓，然后我觉得，因为这次我也有尝试一个，就是让边讲故事的时候边用鼓点来当一个说唱的，对，当一个说唱的一个结合，所以他可能在念一个诗，或是在讲一个说书的过程，然后鼓也会跟着哒哒，或者是一起做一些节奏的，然后再结合现场的音乐做即兴的创作。现在还没有到音乐会衬底，但是我觉得那个阿美族的女生她很辛苦，因为她就要去理解那个中文字，所以有的时候她在讲台词的时候讲，然后她就会忘记，然后我也会就跟着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子，所以还是很多的即兴，对，然后还有一些动成很舞透，好像是舞蹈的那个肢体。对，因为我们那一位舞狮人，他其实本身是一个舞者，所以其实他身体的语汇非常的丰富。然后我觉得导演最厉害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自不同的背景，然后我们有不同的专长，我们的身体其实长得也不一样，然后你站在舞台上所展现出来的状态也不一样。可是他就是有办法把这4种完全异质性的身体跟动能放在同一个舞台上，然后把它粘合在一起。然后看起来还不违和，我觉得这就是导演的功力。所以跨界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好像那就文字贴鼓，然后就贴什么，通通放在一起，对不对？如果你没有那样的功力去柔合它，它就变成一个大杂烩。哇！不过厉害，大家看到的就是最精华的部分，因为融合的太好了。好，不想咧，唱的摇摆本大家，其实要请大家看下来面对这个摇摆来看戏，来投射你自己，哈，也应该是可以获得蛮多力量。因为再次非常感谢文慧，感谢陶燕子丽。好，要请大家来到了表演场所来看戏哦。今日非常感謝大家嘅收看，邀請大家等家下聽你先生嚟做沿途，希望大家長來了。